大家好，呢度係小小塔羅，呢個係為大家進行塔羅牌占卜嘅頻道。因為係大眾占卜，所以當中有好多唔同人嘅能量夾雜，所以未必每一個信息都屬於你。你只需要聆聽一啲令你覺得有共鳴又合適嘅信息就可以。希望呢個占卜能夠俾到你正面嘅指引。你要記住，未來絕對可以改變，對於未來一定要充滿期望啊！小小塔羅今次為大家占卜嘅題目係：佢係你合適嘅對象嗎？只要當下你靜心，心入面諗住你中意嘅人，喺畫面上3個蛋糕之中，用直覺揀選其中一個，咁你所聽嘅就係關於你嘅信息啦。Hello， 1號士多啤梨蛋糕朋友，我會根據抽出嘅6張牌逐一解讀，幫你睇清楚關係中嘅各種面向。記住，塔羅牌只係提供指引，最終嘅決定權喺你嘅手上。先睇一睇你喺愛情上想要啲乜。你個心入面似乎有一種失落同悲傷嘅情緒。喺愛情上，你而家可能隱藏住過去嘅傷痛，又或者對某段關係感到失望。你內心深處渴望嘅，其實係一份能夠治癒你，帶你走出陰霾嘅愛。你希望對方能夠理解你嘅感受，同你一齊重建信任同快樂。簡單嚟講，你喺愛情上想要嘅係安全感同重新開始嘅希望。你而家鍾意嘅嗰個人，佢嘅外在條件係點嘅呢？佢俾人嘅感覺係一個行動迅速、頭腦清晰嘅人。佢嘅職業可能同溝通、思考有關，例如係律師、記者、IT 行業，又或者係管理層。外形上，佢可能身材高瘦、樣貌端正，俾人一種聰明、敏捷嘅感覺，打扮比較利落。整體嚟講，你鍾意嘅人外表睇落好有自信同衝勁，容易吸引你嘅注意。佢真實嘅性格可能同外表有啲反差。佢表面睇嚟獨立自主，但係內心其實幾孤僻，可能唔擅長表達情感，甚至會逃避深入嘅交流。佢習慣自己一個人諗嘢，有時會顯得冷漠或者疏離。真實性格上，佢可能係一個怕受傷而收埋自己嘅人，需要好多時間先至可以打開心扉。至於佢內在嘅價值觀同愛情觀係點嘅呢？佢有清晰嘅思想同決斷力。喺價值觀同愛情觀上，你鍾意嘅人好重視理性同邏輯。佢認為愛情應該建基於溝通同真理之上，唔鍾意太多情緒化嘅嘢。佢嘅愛情觀可能比較務實，追求嘅係一種心智上嘅契合，唔係單純嘅浪漫。佢會用頭腦去分析關係，有時可能會顯得有啲冷淡。睇嚟現階段你同佢嘅關係當中有不和諧同不穩定，你哋而家嘅相處可能充滿挑戰，例如缺乏共同目標，家庭或者財務方面有壓力，又或者你哋溝通上唔暢順，你哋之間好似有層隔膜，難以建立深層次嘅連結。而家嘅狀態可能令你感到孤單不安，呢個係需要正視嘅問題。你哋關係嘅未來走向有穩定、務實嘅能量。如果你哋願意共同努力，關係有機會發展成為穩定而長久嘅伴侶關係。對方可能逐漸展現出可靠同負責任嘅一面，特別喺物質同實際生活上會提供支持。不過呢啲都需要時間去建立基礎，所以未來嘅關係欲速不達，需要耐心同經營。佢係唔係你合適嘅對象呢？從牌面整體嚟睇，你同你鍾意嘅人之間存在住一啲矛盾。你渴望治癒同安全感，但係對方性格就內向理性。而家嘅相處又唔太順利，不過未來有潛力發展成穩定嘅關係，所以佢係唔係你合適嘅對象，取決於你能唔能夠接受佢真實嘅性格，以及你哋係咪願意一齊克服面前嘅困難。我嘅建議係俾多啲時間彼此了解，嘗試打開心扉溝通，唔好急於決定。如果你能夠包容對方嘅孤僻，
同時對方都願意為你改變，咁呢段關係就有機會開花結果。記住，愛情唔只係外在條件，更重要嘅係內心嘅連結。希望呢個占卜幫到你。以上就係選擇1號士多啤梨蛋糕嘅朋友，佢係你合適嘅對象嗎？嘅相關信息。歡迎你哋留言，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多謝晒。Hello， 2號檸檬蛋糕朋友，我會根據抽出嚟嘅6張牌，逐一解讀當中嘅信息，幫你梳理你哋關係嘅脈絡。請記住，塔羅牌係一面鏡子，反映當下嘅能量同可能性，最終嘅路向由你決定。到底喺愛情上你想要啲咩呢？牌面顯示嘅能量係理智、獨立同溝通能力。喺愛情上，你追求嘅係一種心智上嘅共鳴，你唔想要純粹激情，又或者盲目嘅浪漫，而係渴望一個能夠同你深入交流、互相尊重、有智慧同見解嘅伴侶。你重視公平、坦誠同界限，希望喺關係中大家都可以保持自我，同時又能夠理性咁解決問題。簡單嚟講，你喺愛情上想要嘅係一個能夠同你並肩而行嘅靈魂，而唔係一個戀人。你鍾意嘅人外在嘅條件擁有穩定、平衡同給予嘅能量，佢嘅職業同財務、照顧他人，又或者係社會資源分配有關，例如係銀行、慈善機構、教育、醫療，又或者中層管理人員。外形上，佢可能俾人一種均稱得體嘅感覺，樣貌親和，打扮低調唔浮誇，整體氣質令人覺得可靠，同有一定嘅社會地位。佢可能俾人一種懂得照顧人嘅外在印象。佢嘅內在有非常疲憊同負擔過重嘅能量。外表上，佢可能顯得熱情、有責任感，但係真實性格上，佢習慣將太多責任攬上身，導致壓力好大，甚至係喺度硬撐。可能係因為佢唔識得拒絕人，又或者喺感情中害怕令對方失望，於是默默承受，久而久之變得容易煩躁、逃避，又或者失去最初嘅熱情。佢嘅內心係一個背負太多、急需休息嘅人。喺價值觀同愛情觀上，你鍾意嘅人可能缺乏平衡同客觀，佢嘅判斷容易受偏見、過往經歷，又或者一時情緒所影響。愛情觀上，佢可能唔太清楚自己想要啲乜，亦可能會喺關係中，無論係情感定實際付出上面計較得失，有逃避承諾，又或者責任嘅傾向。佢內心可能有一套唔公平嘅標準，或者將自己擺喺受害者或者審判者嘅位置。簡單嚟講，佢嘅愛情觀會偏向唔夠清晰，甚至會欠缺公允。你哋而家嘅相處處於一種停滯不前，又或者方法錯誤嘅狀態。對方可能對推進關係顯得猶豫、懶散，又或者過分謹慎。承諾嘅事情可能拖延，行動力不足，令你感到缺乏安全感同實質進展。相處中可能側重於物質，或者流於表面，而且缺乏情感上嘅深度投入。目前嘅狀態卡住咗，大家嘅步伐唔一致，令你感到困惑同氣餒。如果你哋嘅關係中維持現狀，未來嘅走向可能係繼續困於舊模式，難以突破。而家睇起上嚟，你哋之間嘅未來有抗拒為關係作出必要嘅犧牲，或者抗拒從新角度睇問題嘅能量。對方可能唔願意改變自己嘅處事方式，令關係無法深化。不過提醒你，呢個係一個需要覺醒嘅時刻。未來嘅關鍵在於對方，又或者你能唔能夠意識到問題，並且願意換個角度思考。如果唔肯改變，你哋嘅關係可能會原地踏步，甚至倒退。綜合牌面，佢到底係唔係你合適嘅對象呢？你哋之間存在明顯嘅落差。你追求理性平等嘅交流，但係對方內心疲憊，而且價值觀唔夠清晰。而家嘅相處更係停滯不前。
未來嘅突破需要更大嘅覺悟同改變，所以佢現階段未必係你最適合嘅對象，除非佢能夠正視自己嘅壓力來源，調整佢嘅價值觀同行動力，否則你一直渴望嘅心智共鳴同穩定發展好難實現。你嘅理性同清晰可能正好反映出佢嘅混亂同逃避。我嘅建議係，你可以嘗試用你嘅理智、獨立同溝通能力呢啲特質，同對方坦誠溝通你觀察到嘅停滯同負擔感，但同時要設定界限，觀察佢係咪有實際行動去改變。如果佢持續迴避，你就要問自己，繼續等待一個唔願意翻身嘅倒吊人係咪值得？愛情需要兩個人同步前行，單方面嘅理智同忍耐好難撐起一段健康嘅關係。希望你嘅智慧可以引導你作出最適合自己嘅決定。祝福你。以上就係選擇2號檸檬蛋糕朋友，佢係你適合嘅對象嗎？嘅相關訊息。歡迎你哋留言，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多謝晒。Hello， 3號藍莓蛋糕朋友，我會根據抽出嚟嘅6張牌，逐一解讀當中嘅訊息，幫你睇清楚你哋關係中嘅各種面向。請記住，塔羅牌係反映當下嘅能量同潛在嘅方向，你嘅心同行動力先至係關鍵。到底喺愛情上你想要啲乜嘢呢？牌面顯示嘅能量代表住一種被壓抑嘅劇變、驚恐，又或者勉強維持住嘅舊有結構。喺愛情上，你嘅內心深處其實好想掙脫某種令你感到不安、困擾甚至痛苦嘅狀態。你可能經歷過突如其來嘅打擊，又或者係長期處於一種唔能夠再堅持嘅繃緊關係當中。所以你真正想要嘅唔係驚天動地嘅愛情，而係一份穩定而真實嘅安全感。你渴望一段能夠讓你徹底放低心防，唔使再感到恐懼嘅關係，想要一種內心嘅平靜同釋放。你鍾意嘅人可能從事嘅職業帶有不穩定嘅特質，例如收入起伏較大、自由職業，亦有可能佢喺財務上需要依賴他人又或者機構。佢嘅外形可能俾人一種有啲疲憊或者不修邊幅嘅感覺，樣貌唔差，但似乎就少咗份光彩。佢嘅打扮可能較為隨意。整體嚟講，佢嘅外在條件未必符合世俗穩定可靠嘅標準。你鍾意嘅人真實性格同外表可能唔同，佢外表可能顯得冷淡、抽離，好似對好多嘢都唔上心，但其實內心正經歷緊從冷漠中甦醒嘅過程。佢嘅真實性格係，其實察覺到身邊嘅機會同情感，包括你，內心有漣漪，但同時充滿猶豫同不確定性。佢可能唔知點樣接收同回應情感，習慣性地想逃避深入嘅情緒交流，但內心又渴望被關心，係一個內心有矛盾嘅等待者。對於佢嘅價值觀同愛情觀，牌面嘅能量係關於圓滿、成就同完整。呢一點非常有趣，顯示你鍾意嘅人嘅價值觀同愛情觀其實相當成熟宏大。佢相信愛情係生命完整嘅一部分，追求一種靈性、心智、情感與現實結合嘅圓滿關係。佢嘅愛情觀並唔兒戲，佢渴望嘅係一個能夠同佢一齊成長、邁向人生新階段嘅夥伴。佢重視承諾、責任同最終嘅和諧。簡單嚟講，佢嘅理想非常崇高同完整。你哋而家嘅相處缺乏咗溫暖、快樂同坦誠，關係中可能存在住誤會、隔膜，又或者有開心唔起嚟嘅狀況。大家嘅互動可能表面冇事，但係內心總係覺得有層薄霧遮住，唔夠明朗同直接，可能缺少共同嘅樂趣，又或者有啲問題被刻意忽略，令到關係冇辦法好似陽光咁燦爛。你哋現階段嘅相處令人感到好似陰天嘅鬱悶同唔暢快。你哋關係未來嘅走向可能會延遲或者缺乏行動。雖然對方有宏大嘅愛情觀，
但係落到實際層面就顯得力不從心，唔夠成熟，又或者得個諗字。未來嘅發展可能會停滯不前，因為對方未必能夠將理想付諸實踐，兌現承諾，又或者踏實咁建立關係嘅基礎。需要警惕，關係可能會雷聲大雨點小。佢到底係唔係你合適嘅對象呢？綜合牌面，見到一個核心嘅矛盾，對方擁有一個圓滿而且崇高嘅愛情理想，但係佢嘅外在條件、當前嘅性格狀態同行動力就同呢個理想有巨大落差。你渴望安全感，但係佢自身狀態不穩，相處又唔夠開心明朗，未來嘅行動力亦都成疑。所以以現階段嘅能量嚟睇，佢暫時未係一個合適嘅對象。佢係一個未準備好嘅夢想家，佢內心嘅世界好美好，但佢仲未有能力將呢個世界帶入現實裏面，亦未處理好自己嘅壓力同猶豫。我嘅建議，請你好好守護自己內心同安全感嘅渴求。你可以觀察對方，睇下佢係咪能夠從猶豫當中真正走出嚟，並且用實際嘅行動去靠近佢自己心目中嘅圓滿同完整。如果佢一直得個諗字，而相處始終令你感到唔明朗，咁你就要問自己，係咪願意一直等待一個未必有機會落地嘅理想？愛情需要陽光同實幹去滋養。希望你呢刻嘅清醒能帶你走向真正溫暖嘅關係。祝福你。以上就係選擇3號藍莓蛋糕嘅朋友，佢係你合適嘅對象嗎？嘅相關信息，歡迎你哋留言，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多謝晒。